好啦，講一個香港大學女鬼故事。香港大學最經典的女鬼故事，基本上都圍繞本部大樓、大學正座附近的荷花池展開。這個傳說在香港大學生生形身影，舊生之間流傳幾十年，版本略有不同，但核心情節大同小異。我把最常見的版本整理成一個有起承轉合的完整故事，帶點港式校園陰森味道。暗戀的開始。很多年前，港大文學院有個叫阿欣的女生，樣子清秀，成績優異，但性格內向。她暗戀着一位二分的歷史系教授，那位教授40出頭，溫文儒雅，上課時講起明清史總是引經劇典，讓阿欣着迷得不得了。他常常在上課後故意留低問問題，只為多聽他講幾句話。教授起初只當他是好學的學生，但漸漸地兩人開始在圖書館、在咖啡室偶爾巧遇。他會借書給他，會跟他聊詩詞，甚至有一次在深夜的圖書館，兩人一起研究古籍到關燈。阿欣以為這是愛情，教授卻從沒說破，只是微笑。私奔的約定。期末考前1個月，阿欣鼓起勇氣寫了一封長信，表白心意。教授回覆很含蓄：如果你真的想離開一切，我們可以在最安靜的地方見最後一面。他約她在本部大樓後面的荷花池。午夜12點，阿欣當晚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穿上最喜歡的白裙，化了淡妝，提早半小時就到了荷花池邊。池水映着月亮，荷葉靜靜地浮着，四周圍只有蟬鳴和遠處的車聲。他坐在石凳上等，心跳得似要跳出來。12點過了，12點15分，12點半，教授始終冇出現。阿欣的手機那時還未普及，沒有信號，他只能呆坐。凌晨1點，他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。他幻想過無數次教授會牽他的手，說跟我走吧，但現實是他爽約了。
絕望的結局。哭到聲嘶力竭，阿欣忽然覺得自己好蠢。他想起教授講過一句古詩：人生若只如初見，何事秋風非畫扇。原來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認真。他站起來，望着黑沉沉的荷花池，心想：如果不能和他一起活，那就在這裏結束吧。他一步一步走近池邊，裙擺沒沾濕了。最後一刻，他輕聲說：如果你真的來不到，那就讓我來找你。然後從身一躍，跳進了冰冷的池水，荷花被撞散，水花四射，很快就恢復平靜。第二天早上，清潔工發現池邊遺下一隻高踭鞋和一封濕透的信。警方撈起阿欣的屍體時，他雙眼還睜得很大，似在等一個永遠不會出現的人。永遠的問候。從那之後，每逢農曆7月，或者特別靜的夜晚，或者特別靜的深夜，路過荷花池的同學偶爾會聽到一個很輕的聲音從池中傳來：同學，而家幾點啊？那聲音溫柔得似在問候老朋友，但帶着說不出的淒涼。如果有人心軟回答12點，下一秒就會感覺有隻冰冷的手從水底拉住你的腳踭，把你拖進池裏，陪他繼續等那個失約的人。廣大人之間有句不成文的規矩：午夜經過荷花池，千祈唔好答幾點。就算你真的帶錶，都裝作冇聽到，加快腳步走開，因為有人試過開玩笑會。11點59分，結果第二天真的在池邊找到他的鞋。你信唔信由你，但好多舊生都話，讀書壓力大嗰陣，半夜一個人經過呢度，的確會覺得有人在水底望住你。呢個就係香港大學女鬼故事。好啊，拜拜。